哎呦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啊！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公公，我想出宫。出宫？那可不成啊！万一傳出去，讓皇後娘娘知道了，我擔當不起呀。公公，求你了，我出宮也是為了皇上壽宴的事兒啊。喲，為皇上的壽宴？對啊，我出宮去採辦皇上壽宴用的東西。你說我這要是辦不好，自己掉腦袋是小，要是連累了邱公公你，哎呦，跟我有什麼關係啊？你想啊，邱公公，您平時對我阿廣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？哎，我們好像就是從那兒掉下來的。那我們還不快去？走，慢點兒。不走了，腳都快手折了。這怎麼找嘛？咱倆肯定不行。哎，你去求求冰塊臉，讓他多帶幾個人來找吧。我才不要求他呢。哎，你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，我是一步也不走了。哎呀，煩死了！我怎麼這麼倒霉啊？哎呦，誰呀？這聲音好熟悉啊！我們快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哎，你笨死了！星儿，我找到班了。哎呀，等會兒再說，先過去看看。大同？哎，大同！大同！誰呀？哎，大同！哎，你們怎麼也來了？哎，來過來，快！哎，大同，你是怎麼穿越過來的？哎，看來你們呢，對我們所處的環境已經很了解了吧？你過來也就算了，他怎麼也過來了？哼，我哪知道啊！我那天正好路過這輛道具車，我正看見那孟姜與孔雙雙啊，哎，突然就一下啊，哎，我就暈過去了。等我醒來的時候啊，就在這兒了。哎，那孔雙雙和孟姜呢？我醒來的時候，就我自己，還有這輛車，沒有看見他們。媽呀，他們倆不會也穿越過來了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那大同，你最近怎麼樣啊？我醒來的時候啊，我還真的以為是地震了呢。哎，我回到劇組裡啊，發現整個劇組都不見了。回到駐地啊，劇組竟然變成了一個城鎮，而且所有的人全都是古裝打扮。我就在想，我這是迷路了呢，還是在拍什麼戲？我就問路邊的人，你們是在拍什麼戲呢？哎，結果他們以為我是神經病，非要把我綁起來，然後把我送關。後來呢，有個老頭人特好，就收留我在家裡幹活。這慢慢呢，我就意識到，原來我是穿越到古代來了。再後來啊，我就憑着我的手藝活，在這兒幹點木匠活什麼的。今兒啊，我是正碰巧過來取工具的，
哎，没想到在這兒碰見你們了。哎，你們怎麼樣？我們啊，說來話長了。哎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們要回宮了。大同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回宮？回什麼宮啊？當然是回皇宮啊。什麼？回皇宮？我就是這麼當上宮女的，其實還好啦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啊。哎，我說你們真行啊，同樣是穿越過來的，怎麼差距這麼大呀？行什麼呀？這次辦壽宴，辦好了沒功，辦不好啊，又得掉腦袋。你看什麼呀？太監。誰叫我這麼倒霉？臨來之前好死不死之前穿了一身太監衣服，結果就被人家當成……可憐。人家可是純爺們，好不啦？其實啊，我在劇組的時候啊，就懷疑過。來，讓我檢查一下。哎呀，好了你們兩個。大同，其實正好碰到你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哎呀，晴柔，你說這話就見外了。以前在劇組的時候，孔双双自己弄壞了道具，非說是我弄壞的。哼，要不是你當時拍了照片啊，證明我是清白的，恐怕我早就被劇組給開除了。現在大家困在這個地方，別說什麼求不求的，你有事就說，只要是我能辦到的，就一定辦到。大同，夠敞亮，夠哥們兒。其實呢，這件事對你來說是小菜一碟。誰讓你是金牌道具師呢？其實是這樣的，我跟阿廣呢是想送皇上一份特別的禮物，但是這個禮物呢需要一些道具，我本來還愁這事兒呢，到哪兒去找道具呢？誰知道天上掉下一周大同，真是天助我也啊！那這樣吧，一會兒呢你說說你需要些什麼東西，然後送我回去，我好提前準備一下。好嘞。其實呢，我需要的是一個長方形的桌子，長一點的，就歐式，就西方歐式的那種。然後需要一些西餐的餐具，牛排啊，蠟燭什麼的。过來。